咱今仔日播新闻是伫云林北港一档一届的大活动，我乌苏海宴的会场来放送哦。今年我乌苏海宴已经是办第11档咯，伊逐档哦拢办伫中秋团圆的日子哦。来自全台湾108工艺师会做伙来献艺，为团圆妈祖来祝寿。现场哦有袂少11档来，逐档拢会来到劳力的工艺家，伊嘛拢袂唱播，愿意甲因的技术都有经验传承互有心想要学的人。咱即马特别请记者碧君甲玉凯，带咱来看真精彩的工艺品，嘛来听工艺家哦，因是安怎来看待这个交流的活动。是记者即摆伫咧北港的五湖四海宴的会场，即摆会使看到伫记者边仔即组咧是工艺师柯德干老师的展览作品，一个双鹅来抱一只兔仔，即个造型哦是因应中秋节。即个柯德干老师咧做即个展览艺术是已经有1假期的时间咯，咱来听因的经验分享。有铁教咧冇只暗度有哪过起来，过这摕起来，过这摕起来咧冇过来。就是念这灰啊，这灰啊就是咱过去咧，嘛是咱拢用碗，用碗咧嘛卡落咧做的。伊这衫咧飘迄款色面，所以咧嘛，咱相当的困难就是伫遮，因为这衫会飘，因为咱碗卡起来灰啊是死的嘛，因为固定就是这个弧度的嘛。所以就安怎有那扣这个弧度拄好会和谐才念落安尼。是听老师分享，这个展览艺术是真有路，爱真有耐心。现场也开放互民众报名，动手试看卖展览艺术爱安怎做。那这几天五湖四海宴拢有侪工艺体验课程，会使来上课，是真趣味。另外，伫咧这个五湖四海宴呢，就伫这个云林北港的南阳国小活动中心举办，由老师趁这个机会咧，带学生来参加、来参观这个五湖四海宴，就趁这个机会伫同一个所在，就通看到来自全台上厉害的工艺师的工艺作品。以上是来自公司台记台的连线报道。